阿爸，今天係呢行無損傷係冇？我腳上擺創到了後，17到307呢。做乜解會創到呢？我睇翻譯咧，無生意，所以創到腳。本來老到我來我帶些妹朋友進來，安尼看來係我帶新舊進來的哦。恭喜哦！準備嘅世事是得頭不用咧，是喺特聽咧，都將咁嘅時節叫失速上嚟啦。阿爸，身體要較注意啲哦。你小口啦，冇相干。阿爸，唔知道人腳艱苦有幾多日咧？他又要3、4日了。做乜會拖到2晚將來看？前幾日冇感覺，就算將知道就是307。阿爸，我來同佢看下啦。唔過我記得人講嘅，慢看唔當早看，早看唔當預防。你講烏槍，唔冇看到係冇？只係唔會切，唔知你講烏槍呢？好的烏槍冇一太大，我開咗個本茶，假幾日之後咧。請問有這時間是血壓藥冇？我不用，但你都會監督我使用呢。唔放心，我做下要照時間食。安尼時候，健保卡同處方箋本遠，記得要去藥師嗰行量藥過哦。人講3分是藥，7分調理，自家還係要多保養啦。好，就飲落嚟咯。